歡迎大家，亦都歡迎而家嘅直播收睇我哋呢個對話嘅朋友。我要講呢，其實我已經期待咗呢個對話好幾個月。我好有幸舊年喺巴黎主持過一次 Derry Amadei 同 Demis Hassabis 嘅對談，不過可惜嗰次最受關注嘅，反而係你哋兩個要擠咗一張好細嘅愛情座椅，而我就坐咗喺一張超大嘅梳化，應該都係我搞出嚟嘅烏龍。但係我嗰時已經講過啦，對我嚟講呢，呢個就好似你知啦，好似主持披頭四同滾石樂隊嘅對話，而你哋自此之後都未試過一齊喺台上傾偈，咁所以今次呢，可以話係續集。佢樂隊又再聚首一堂，我真係好開心。你哋根本唔需要介紹。我哋今次對話嘅主題係 AGI 之後嘅一日，不過我覺得呢個可能有啲走得太前，因為我哋應該要傾下究竟幾快幾容易先去到嗰一步。我諗先更新下呢方面，然後再講下會有咩後果。佢首先咧講下時間線啦，我哋會有一個模型咧，可以做到咧人類嘅好多領域都達到諾貝爾獎得主水平嘅所有嘅。到2027年，我哋而家係26年。你仲堅持呢個時間線咩？咁你知啦，其實要準確預測一樣嘢幾時會發生係好難，但我覺得應該都唔會差得太遠啦。咁你知啦，我睇到個機制就係我哋會整緊好嘅寫程式同做 AI 研究嘅模型出嚟，然後用佢哋去生產下一代模型，仲要加快速度，形成一個循環，令模型開發嘅速度越嚟越快。而家講到啲識寫程式嘅模型，我哋 Anthropic 入邊有啲工程師都話，佢哋而家已經唔再自己寫 code， 佢哋淨係俾個模型幫佢哋寫 code， 我淨係改一改啫，我做埋喺周邊嘅。我覺得我唔肯定，但係可能再過6個月至1年啦，模型就會做到大部分，甚至全部我哋而家做緊咗咁嘅嘢。成個流程都可以由模型一手包辦。佢之後問題就係呢個循環可以幾快完成？唔係循環入邊每一部分都可以靠 AI 加快嘅，啱唔啱？好似晶片啦、晶片生產啦，仲有模型訓練時間，所以我覺得有好多唔確定性，好容易想像到呢件事可能要幾年時間。但係我真係好難想像會再耐過咁耐。但係如果要我估呢，我都會咁估啦。其實成件事會比大家想像中快啦，尤其是寫 code 同做研究呢啲關鍵部分，會快過我哋預期啦。呢個就會係最關鍵嘅推動力。其實真係好難預測究竟呢個指數增長會幫我哋加快幾多，但係肯定會有啲好快嘅事發生。Demis，你上年就比較謹慎啲啦。你話到10年尾有50%機會會有一個系統可以展現人類所有嘅認知能力。好明顯，正如 Daryl 所講咧，呢段時間真係好驚人啊！你而家點睇？你仲堅持你之前嘅預測咩？過去1年有咩改變嘅？係啊，其實我覺得我都仲係差唔多嗰個時間線嘅。我覺得真係有好大嘅進展，但我覺得有啲工程類嘅工作啊、編程或者數學呢啲範疇咧，相對嚟講會容易啲睇到點樣自動化。部分原因係因為佢哋嘅輸出可以驗證得到，但係有啲自然科學範疇就難做得多啦。你未必一定知道你整出嚟嘅化合物，或者你對物理嘅預測係咪啱？可能要做實驗去測試，咁成個過程都會拖長時間。咁所以我都覺得而家仲有啲能力未齊全呢，唔單止係解決現有嘅猜想或者問題，仲要能夠自己提出問題，或者係創造理論同假設，即係科學創意。而家仲未清楚，我覺得我哋遲早會有呢啲系統，所以唔係咁可能。但係仲有1、2樣關鍵嘅未齊。咁仲要睇下，首先我哋而家做緊嘅自我改進循環啦，究竟可唔可以喺人類參與之下自己完成？順帶一提咧，我覺得呢種系統咧都會有風險啦，我哋應該要討論下。咁我相信我哋都會講到。咁但係但係如果真係得嘅，佢會加快進度。如果呢種系統真係 work 嘅話，我哋一陣會講下啲風險，但係仲有一個改變。就係如果你想講賽跑嘅排位，1年前嘅呢個時候呢，我哋啱啱經歷咗一次深度探索，每個人都對當時發生嘅事情感到無比興奮。當時啲人仲感覺個谷 DeepMind 有啲落後咗啦，開放人工智能，我覺得而家情況大不相同啦。我嘅意思係佢哋已經宣布進入紅色警戒狀態啦，係嘛？真係不平凡嘅1年。請你詳細地同我講下今年你有邊啲方面感到驚喜，同埋你做得有幾出色？你覺得呢？然後我會問你關於產品陣容嘅問題。其實我一路都好有信心。咁我哋會重新攀上排行榜頂端，喺各方面都做到最先進嘅模型。
因為我覺得我哋一直都有最深厚同埋最廣泛嘅研究團隊咧。而家要做嘅就係將所有力量集中埋一齊，揾翻嗰種專注同創業心態咧，帶翻俾成個團隊。呢段時間真係做咗好多嘢，但係仲有好多嘢要做。但係我覺得你而家開始可以見到，無論喺 Gemini Free 模型方面定係產品方面咧 ，Gemini App 都開始睇到越嚟越多市場份額進展都好明顯啦。咁所以我覺得我哋進步得好快，但係仲有好多嘢要搞。而家我哋都開始發揮 Google 嘅力量 ，DeepMind 咧就好似 Google 嘅引擎房咁啦，將我哋嘅模型越嚟越快咁推到唔同產品上邊。Daryl 咧有個問題想問你，關於呢方面，因為你哋啱啱或者話而家正進行緊新一輪融資咧，估值都好高啦。但你哋同佢哋唔同咧，可以話係一個獨立嘅模型開發者。而家有越嚟越多人擔心獨立嘅模型開發者可能撐唔到咁耐，直到你哋揾到收入來源為止啊！大家對 OpenAI 都講得好公開，但係你可唔可以講下你點樣嘅 AGI 本身？係啊，我意思就係、其實我哋點樣去睇呢個問題呢？當我哋建立咗越嚟越好嘅模型之後，發現其實有種指數級嘅關係，唔單止係你投放幾多算力落去模型，同佢認知能力有關係，仲有佢認知能力有幾高，同佢可以帶嚟幾多收入都有關。所以我哋嘅收入增長咗10倍。由10億美元去到2025年嘅100億美元，所以呢啲收入數字你知啦，我都唔知呢條曲線係咪真係會咁樣繼續落去。如果真係咁樣繼續落去都幾誇張，但係呢啲數字呢，其實都開始接近世界上最大型公司嘅規模，所以永遠都會有唔確定性。你知啦，我哋係由零開始自己搞起成件事，呢樣嘢真係幾瘋狂。但係我有信心，如果我哋可以喺我哋專注嘅領域做到最頂尖嘅模型，咁我覺得一切都會順利。同埋你知啦，我會咁講，我覺得對 Google 同 Anthropic 嚟講，今年都算係好嘅一年。我覺得其實我哋有個共通點咧，就係兩間公司咧都係由一班專注於模型、致力解決世界重大問題嘅研究人員領導，特別係公司入邊做研究嗰部分，佢哋以呢啲艱難嘅科學問題作為指引。我覺得未來會成功嘅公司都係呢一類，同埋我覺得我哋之間都係有呢個共通點。我都忍唔住想問下，如果佢公司唔係由研究人員領導會點？不過我都唔問啦，因為我知你都唔會答。咁不如我哋而家講下預測方面啦。其實我哋而家應該係講 AI 之後嘅日子，不如我哋講下點樣閉環啦。即係話佢哋自己可以推動自己咁樣，因為呢個其實就係贏家通食門檻式做法嘅關鍵所在啦。你仲係唔係相信我哋會見到佢嘅情況，定係其實會變成一種比較普通嘅科技，跟隨者同追趕者都可以競爭？冇立啦，我絕對唔覺得呢樣嘢會係一種普通嘅科技。其實正如 Dara 講過啦，已經有啲方面咧 AI 已經幫到我哋寫 code 同埋做研究某啲部分，但係咧要完全閉環，我覺得呢樣嘢仲係未知之數。我意思係，我覺得理論上係做得到嘅。你可能要有 AGI 本身先至可以喺某啲領域做到呢樣嘢。再講多次，佢哋領域比較混亂，唔係咁容易好快驗證答案嘅情況下，其實佢咁容易做到。有啲領域咧，其實係屬於 NP 難題。咁所以一旦你開始涉及更多範疇，順帶一提咧，對於 AGI 嚟講，物理 AI 機械人技術咧，佢都算埋，仲要有硬件參與其中，咁樣可能會限制到自我改進系統可以運作嘅速度。但係我覺得佢寫 code 同數學呢啲範疇，我絕對見到係可行嘅。咁然後個問題就變成一個比較理論性嘅問題，就係工程同數學去解決自然科學嘅極限係邊度？ Darren， 你舊年應該係舊年啦，你發表咗《Machines of Love and Grace》呢篇文章，我會話係一篇好正面樂觀嘅文章，講緊未來嘅潛力。你話你會見證呢啲發展，仲講到係咩嚟嘅？國家數據中心嘅數據天才。我聽講你淨係撰寫呢篇文章嘅更新版一篇新文章，所以各位請耐心等待。雖然仲未正式發行，但肯定會發行㗎啦。但係或許你可以俾我哋提前透露一下，1年之後你嘅重磅觀點會係乜嘢？係嘅，所以你知道我嘅睇法並冇改變。我一直都認為 AI 會變得非常之強大。我同 DeepMind 都算係有共識嘅，只係問題係幾時會發生啫。
因為 AI 真係好勁，所以佢會做到好多好正嘅嘢，好似我哋 Machines of Loving Grace 入邊講過嗰啲，你知道呢個會幫助我哋治癒癌症，或許能幫助我哋根除熱帶疾病，或許能幫助我哋了解宇宙，但係同時亦存在住巨大而嚴重嘅風險。並唔係話我哋唔可以解決呢啲問題，我唔係悲觀主義者，而係話我哋需要考慮呢啲問題，亦需要解決呢啲問題。我先寫嘅係《愛的機器》，我好想俾出一啲複雜嘅理由嚟解釋我點解先寫咗嗰篇文章，但係其實好簡單。你知道我終於抽出時間度假啦，然之後我寫咗篇關於風險嘅文章。即使我喺寫有關風險嘅文章嘅時候呢，我都會盡量保持樂觀。你知道我係一個樂觀嘅人，正確嘅。所以即使我喺寫呢啲風險嘅時候，我個寫作方式呢，亦都係喺度思考我哋點樣克服呢啲風險，我哋點樣可以有一個作戰計劃去對抗佢哋。而我表達嘅方式就係，你知唔知有一幕係 Carl Sagan 嘅接觸未來電影版入邊，嗰度就係佢哋發現咗外星生命，然後有個國際小組好似係面試咁，揾人去做人類代表去見外星人。其中一條問題就係問其中一位候選人：如果你可以問外星人任何問題，你會問咩？你會問咩問題？其中一個角色就話：我會問你哋係點做到嘅？你哋點樣可以喺科技成長期入邊，佢自我毀滅咁樣捱過去？佢點樣捱過去嘅？自從我哋野呢套戲之後，應該有20年前啦。呢個問題一直留喺我心入邊，而我用嘅角度就係，我哋而家就好似敲緊一啲好勁嘅能力之門，係咪？我哋而家有能力，基本上用沙都可以整到機器，係咪？我覺得由我哋一開始識用火嗰一刻起咧，呢啲發展其實都係無可避免。但係點樣去處理就唔一定。點樣處理唔係必然嘅，所以我覺得咧，未來幾年咧，我哋都要面對一個問題，就係點樣去控制嘅高度自主，比任何人都聰明嘅系統。我哋點樣確保唔會有人濫用呢啲系統？係咪？我都會擔心生物恐怖主義呢啲嘢。我哋又點樣確保國家唔會濫用呢啲技術？所以我一直都好擔心，好似中共同其他威權政府咁。咁經濟上又會有咩影響呢？係咪？我之前都講過好多次勞動力被取代嘅問題，仲有我哋根本未諗過嘅問題，可能先至係最難處理嗰啲。所以我而家都睇緊點樣去應對呢啲風險。對於每一樣嘢，其實都係公司領導人自己要做嘅嘢，同時又可以一齊合作去做。但係社會上更大嘅機構，例如政府，都一定要有角色去處理呢啲問題。但我真係覺得好緊急，因為每日外面世界都有好多瘋狂嘅事發生，唔止係 AI 範疇。但係我覺得件事發展得咁快，已經去到一個危機位，我哋應該將幾乎所有精力都放喺點樣捱過呢個時期。所以我都唔知我應該對邊樣嘢覺得最驚訝。A 你會去放假 ，B 你放假都仲嚟緊 AI 嘅風險 ，C 你篇文章竟然係用呢個角度去寫。我哋究竟可唔可以喺呢個科技成長期唔會自我毀滅咁捱過去？所以我個腦而家有騷亂啦。不過你啱啱提過幾個可以引導我哋繼續傾落去嘅範疇，我都好期待咗你篇文啦。不如我哋由工作開始講起，因為你其實一直都好直言唔諱咁講呢個問題啦。我記得你好似講過，未來1至5年可能有一半入門級白領工種會消失。但我想問下你 Demis， 因為到而家為止呢，我哋其實都未見到勞動市場有咩明顯影響。係美國失業率係有少少上升，不過我睇過同我哋寫過嘅經濟研究都話呢啲主要係疫情後請人請得太多，唔係因為 AI 造成嘅。如果要講，反而而家啲人係請人嘅發展 AI 能力，你覺得會唔會好似經濟學家一直講㗎嘛？即係唔存在所謂勞動總量謬誤，其實會有新工種出現嘅。目前個證據咧係確實係咁。係嘅，我嘅意思就話，我認為喺短期內咧，呢個就係將會發生嗰個情況。當一項突破性技術出現嗰陣時，就會出現呢種正常嘅演變過程。咁因此咧，一啲工作崗位咧係會受到影響嘅。咁但係我認為咧，新嘅更有價值或者更有意義嘅工作崗位咧，亦都會被創造出嚟。咁我認為咧，今年我哋可能會睇到一啲咧影響到初級入門級工作實習等個崗位嘅跡象嘅。我覺得有啲證據咧，我哋自己都感受到咧，可能請人方面有啲放慢。
但係我覺得呢樣嘢可以被補償翻，因為而家有啲好犀利嘅創意工具咧，幾乎人人都用得啦，仲要幾乎係免費啦。如果我而家同一班大學本科生講嘢，我會同佢哋講，要對呢啲工具用到出神入化嚟嘅。我覺得就算係我哋自己開發緊呢啲工具，都忙到佢嘅時間去真正探索佢哋有幾多潛力。連今日嘅模型啊同埋產品都仲有好多未發掘嘅功能，更加唔好講將來會有啲咩。我真係覺得咁樣可能仲好過傳統實習，咁樣可以令你喺專業上更加有跳躍式進步，令你變得更加有用同埋有競爭力。咁所以我覺得呢個就係我見到嘅情況。可能我哋嘅時間表上又有咗少少唔同嘅睇法，但我覺得 AGI 佢哋之後會發生咩事就係另一個問題，因為到時我真係覺得我哋會進入一個完全未知嘅領域。你覺得？比上年預計仲要耐。當你講到一半嘅時候，唔會，我係差唔多都係佢哋嘅睇法。其實我同你同 Demis 都同意，當時我講嗰句説話嗰陣，勞動力市場係完全冇受影響。你知啦，而家我覺得可能我哋開始見到少少苗頭喺軟件同編程方面，我甚至喺 Anthropic 入邊都見到呢個情況。你知啦，我可以預見到將來無論係初級定中級崗位，其實我哋需要嘅人手會少啲，而唔係多啲。而且你知啦，我哋都喺度佢點樣可以用一個合理嘅方式去應對 Anthropic 內部呢個情況。我1至5年6個月之前我都係咁講。你知啦，如果你將呢啲同我之前講過佢哋連埋一齊，即係話我哋可能會有 AI，佢哋所有方面都比人類嘅可能1、2年內咧，或者再耐少少咧都會出現。呢啲好似對唔上，原因就係有個滯後同埋有個取代嘅過程，啱唔啱？我知勞動力市場係有適應能力嘅，啱唔啱？以前咧人做農耕，後來農業自動化，做咗工廠工人，再變做知識型工人，呢度都有一定適應能力，啱唔啱？我哋應該用經濟學角度咧，去喺勞動力市場點樣運作咧？但係我擔心嘅係，如果呢個指數增長繼續咁樣複利落去，我覺得其實唔會用好耐時間，可能1年到5年之間就會超越咗我哋適應嘅能力。撇除我哋對時間線有咩唔同意見，其實最終都係咁，你幾快可以將個循環收窄？即係個編程，你有幾大信心政府真係明白到件事有幾大規模，並且開始嚟緊應該點樣作出政策回應？我覺得而家關於呢方面嘅工作遠遠唔夠多，我成日都覺得好驚訝。就算我哋呢啲地方見到個經濟學家，佢哋都唔係有更多專業經濟學家教授去睇下會發生咩事。而且唔單止係講緊去到 AGI 嘅路上，即使我哋將 Dario 講嘅所有技術問題都解決晒，而工作被取代咧都只係其中一個問題。我哋都擔心呢方面嘅經濟影響咧，但可能有方法可以將呢種新生產力、新財富咧分配得更加公平。我唔知我哋有咁啱嘅制度去做到呢樣嘢，但係到時應該就係要咁做，應該會有啦。你知啦，可能我哋會進入一個後稀缺時代，但係其實仲有啲嘢會令我夜晚都睇唔着。到嗰個時候，仲有比呢啲更大嘅問題係關於意義同人生目標。而我哋從工作中得到咗好多嘢，其實唔淨止係經濟上，呢個只係其中一個問題。咁但係我覺得奇怪地呢個問題可能仲易解決過人類本身同成個人類狀況會變成點。我都覺得樂觀，我哋會揾到新嘅答案去應對呢啲問題。而家我哋做咗好多嘅，無論係極限運動定藝術，都唔一定係為咗賺錢。所以我覺得我哋會揾到意義，甚至可能會有更加高層次嘅活動出現。我哋會去探索星際。咁所以講到人生嘅目標咧，佢都要計埋落去。咁但係我覺得呢啲真係值得我哋去諗一睇。而家即使我自己預計5到10年內會發生，其實都唔係真係好耐之後嘅事。你覺得而家一般社會大眾對於 AI 反彈嘅風險有幾大呢？會唔會令政府做咗你覺得好愚蠢嘅決定？因為我睇翻90年代全球化嗰陣咧，確實有啲工種被取代啦，政府又冇做夠嘅，結果大眾反彈，搞到我哋而家佢嘅局面。你覺得會唔會有風險？令到社會上越嚟越多人對你哋做緊嘅嘢同你哋公司產生反感？我覺得絕對有呢個風險。我覺得咁樣佢都算合理嘅。大家對呢啲嘅，例如工作同生計啦，都有恐懼同埋擔心。我覺得有幾樣嘢
未來幾年會好複雜，唔單止係地緣政治，仲有好多唔同因素。好似我哋而家用 AlphaFold 同我哋做緊嘅科學研究，都係想做到呢啲嘅。仲有我哋分拆出嚟嘅公司 Isomorphic 都係想解決所有疾病、醫治疾病、揾新嘅能源來源啦。我覺得作為一個社會，好明顯大家都會想要呢啲嘢。我覺得而家業界做緊咗嘅，可能喺呢方面嘅平衡未夠。咁我覺得我哋應該有多啲例子，好似 AlphaFold 咁做嘅，對世界有明顯好處嘅嘢。我知 Daryl 都同意我哋嘅。我認為咧，實際上嗰個成個行業以及我哋所有個行業領軍人物咧，都有責任更加多咁樣展現呢一點，證明呢一點，而不僅僅係談論佢，而係要證明呢一點。但係隨之而嚟嘅係其他一啲嘅預期嘅干擾嘅。地緣政治競爭，公司之間顯然存在競爭，美國亦都存在競爭，主要係中國。咁所以，除非喺呢方面係達成國際合作或者共識咧，我認為呢個會係件好事。其實就至於部署時嘅最低安全標準呢啲嘢咧，我哋 Daryl 都會同意。我覺得呢樣嘢係極之需要。呢種技術會跨越國界，佢會影響到每一個人，佢會影響到全人類。其實 Contact 都係我最中意嘅電影之一㗎，所以幾有趣嘅。我覺得呢啲咁嘅事都真係要慢慢處理。咁如果可以嘅話咧，或者係放慢腳步，比我哋目前預測嘅，甚至係我嘅時間表稍為慢啲會更好。咁樣我哋先至喺社會層面把呢樣嘢做好啦。但係呢個需要一啲協調啦。咁亦都即係話難嘅時間安排好係嘅。咁我認為咧，佢哋會出於諸多原因咧，佢會更好啦。呢一點我承認咧，我唔知啦。複雜、瘋狂、離譜，隨便你用咩詞都得。第二，美國而家對中國嘅態度好唔同咧，而家係一種無所不用其極、盡快衝刺嘅做法，但係又會賣晶片俾中國，所以你見到對美國嘅態度都唔同嘅。而家美國同歐洲之間嘅關係都好奇怪，佢地緣政治上都係咁。我意思係，我聽你講嘢，如果可以有啲組織會幾好。我意思係現實世界同你講嗰啲簡直係天淵之別。佢喺現實世界入邊，地緣政治風險係咪真係加大咗？咁你覺得對於呢啲風險應該做咗咩，或者有咩可以做？而家政府好似做緊同你建議咁完全相反嘅嘢。我哋只係盡力做好可以做嘅事，始終只係一間公司，只係想喺現有環境下運作，無論幾離譜都好。但係我覺得至少就我自己提出嘅政策建議嚟講咧，停止向佢嘅供應晶片咧，係我哋目前可以做咗其中一樣最重要嘅事情。唯有咁樣做，先至可以為我哋爭取到更多嘅時間，去妥善處理呢一連串複雜嘅問題。我之前都講過咧，其實我比較中意 Demis 嗰個時間表，我都希望我哋有5到10年時間，咁樣先至有可能。佢係啱嘅，我錯咗。但係假設我係啱嘅，1-2年內就能夠完成咧，點解唔配合戴米斯嘅時間線咧？你可以慢啲。我哋唔能夠咁做嘅原因係我哋嘅地緣政治對手亦都喺度以類似嘅速度研發相同嘅技術，好難達成一項雙方都放慢速度、彼此都放慢速度嘅有效協議。所以如果我哋淨係唔賣芯片，呢個就唔係中美之間嘅競爭問題啦，而係中國。呢其實係我同 Demis 之間嘅競爭問題，我好有信心可以處理好。你點睇政府嘅邏輯啦？據我理解，佢哋嘅意思係我哋要賣芯片俾佢哋，因為要將佢哋綁入美國嘅供應鏈。所以你知道，我覺得就係咁樣。我認為呢個唔單止係時間長短嘅問題，更係呢項技術意義嘅問題。正確嘅，如果呢個係電信之類嘅嘢，咁所有呢啲事情就都講得通啦。擴散美國對。而且你知道，我哋希望喺全球範圍內生產我哋嘅芯片，要確保。咁你知啦，唔同地方嘅國家起數據中心都係用 NVIDIA 芯片，而唔係華為芯片。我覺得呢個更似係一個決定。我哋係咪要賣核武俾北韓？因為咁樣可以幫波音賺咗錢，我哋就可以話 OK 係啊，呢啲武器係波音做嘅，好似美國咁，好似贏緊嘅，好似呢個好正嘅。你知啦，其實呢個比喻就好清楚嚟講，咁我點睇呢個取捨？我真係覺得冇乜意思。而且我哋對中國同其他對手都做咗好多更激進嘅嘢，但係我覺得嗰啲措施都冇呢一招咁有效。我仲有一個範疇想講，之後咧希望我哋有時間咧可以答1-2條問題。
另一個令悲觀派擔心嘅潛在風險，就係一種極度強大惡意嘅人工智能。我覺得你哋兩位對悲觀派嘅諗法都有啲懷疑，但係過去一年呢，我哋都見到呢啲模型咧開始展現到有欺騙咧兩面派嘅能力啦。你覺得你而家對呢種風險嘅睇法同一年前相比有啲咩唔同呢？呢啲模型嘅發展方式係咪有啲咩值得我哋更加關注嘅地方？係嘅，即係我嘅意思係，你知道自從 Anthropic 成立以嚟，我哋就一直喺度思考呢種風險。我嘅意思就係，你知道我哋最初嘅研究非常之偏重理論，係嘛？你知道我哋開創嘅機制可解釋性 mechanistic interpretability 呢個概念，即係佢模型入邊佢試下了解入咗個腦度嘅，想知佢點解會咁做。又好似人類神經科學家咁，其實我哋兩個都有相關背景。去嘗試了解大腦，我覺得隨住時間過去，我哋越嚟越多記錄到模型出現時佢唔好嘅行為。而家我哋就用機制可解釋性去嘗試解決呢啲問題。咁所以我一直都好關注呢啲風險。我同 Demis 傾過好多次，我覺得佢都一樣關心呢啲風險。我自己內心肯定係咁樣嚟嘅。我估嘅 Demis 佢本人都係一樣。雖然咧佢哋始終要等佢自己親口講，不過我對於所謂嘅末日論係抱有懷疑嘅態度。雖然我亦都覺得呢啲確實係存在一啲風險，呢個係一個風險。但如果大家一齊合作，其實可以解決。我哋可以透過科學學識去正確嘅控制同引導我哋而家創造緊嘅嘢。但係如果我哋做得唔夠周全，如果大家都只係爭住求快，快到完全冇任何安全措施嘅話，咁我覺得就真係有好大機會發生嚴重嘅意外。咁我俾你一個機會，用一個再闊啲嘅問題去答。過去一年，你對呢一個科技、科學或者你成日講嘅各方面潛力，係咪更加有信心？定係你而家更加擔心我哋啱啱討論緊嘅風險？阿贊嗱，你睇我做呢行已經超過20年啦。其實我哋早就知道，我成個事業都投放咗人工智能上邊，原因就係因為如果能夠解決到呢個問題，基本上就等於攞到一個終極嘅科學工具，可以幫我哋了解身邊嘅宇宙。其實我細個開始就已經對呢樣嘢着迷，而發展人工智能咧，應該話如果我哋做得啱咧，佢就會成為實現呢個目標嘅終極工具啦。至於風險咧，其實我哋由 DeepMind 成立開始，即係15年前已經開始嚟緊呢啲問題。我哋其實都預見到，如果你睇到好處，呢種技術本身就係一種雙刃劍。咁所以話佢壞人都可以將佢用嚟做嘅有害嘅事。咁所以我哋一路以嚟都要睇住呢個問題。但係我好相信人類嘅創造力。但係問題係要有足夠嘅時間、專注力，仲要有最頂尖嘅人才。咁大家一齊合作去解決呢啲問題。我相信如果我哋有齊呢啲條件，技術風險一定解決到。可能我哋睇齊呢啲條件，佢就會帶嚟風險，因為到時會好分散，有唔同嘅項目，大家又會互相競爭，咁樣就更加難確保我哋做出嚟嘅系統真係技術上安全。但係我覺得呢個問題其實都幾容易解決嘅。若有約一下呢，同埋空間時，我諗確認一下係咪得一個問題？各位請盡量簡短啦，因為咧我哋得2分鐘時間。多謝晒，你好，唔係嘅說話啦。非常感謝，我係 Philips Star Cloud 嘅聯合創始人，致力於喺太空中建設數據中心。我想問一個有啲哲學性嘅問題。對我嚟講，主張悲觀主義 Doomerism 啦，最有力嘅論據就係費米悖論，即係話我哋喺我哋銀河系入邊見唔到有智慧生命。我想問下你嘅有冇啲咩睇法？關於呢個問題，係啊，我諗過好多次，但係呢個唔可以係原因，因為我哋應該會見到所有已經為咗等大家明白，其實都仲未係好清楚點解會咁。即係話，如果費米悖論嘅原因係喺外星人係因為佢哋俾自己嘅科技搞死咗，咁我哋應該會見到有冇指甲 paper clips 由銀河某個地方飛過嚟我喺度。但係顯然我哋見唔到任何結構，無論係大深球、AI、自然或者生物類型都完全冇。所以對我嚟講，費米悖論應該有第二個答案。我自己都有啲理論，但係呢個唔係我哋下1分鐘要講嘅範圍。但係你知啦，我就覺得我哋預測。我覺得我哋已經過咗所謂嘅大過濾器啦。如果要我估咧，應該係幾細胞生物出現嗰陣，生物要進化到嘅，其實真係極之困難。所以睇得話有咩安慰話之後會點？我覺得未來點樣發展，其實係要靠我哋人類自己去寫落去。呢個可以係一個好精彩嘅討論，但係未來36秒都唔會講到。但係有咩唔係呢？每人15秒。下次我哋再見面嘅時候。
我覺得最大要留意嘅就係 AI 系統自己去建構 AI 系統呢個問題。呢件事點發展，無論向邊個方向走，都會決定我哋幾時可以去到嗰一步，可能只係再過幾年。又或者，如果我哋真係有一個 AI 出現嘅話，